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11月12日，咁今晚呢就有快活谷呢就有9場嘅草地賽事，咁我哋都係今次呢就介紹第8場3隻馬嘅，咁第8場我哋今次介紹3隻馬啦。第一隻升價，第二隻農民邊影，第三隻盈益善。我就覺得呢，今次嚟講呢3匹馬喺呢場嘅快活谷1800米，應該係3隻馬都具有3甲嘅機會，都相當大嘅。所以呢，我今次就揀咗呢3隻馬，睇睇佢哋上次嘅演出先啦。去片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呢，盈益善2檔慢啲啊。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埋邊奔放啦，中間得意佳作啊，外邊粉紅眼罩智勇名區走上去，帶埋港林福將係一齊入嚟噶啦。咁守住內欄第5度啦，咁仲有嗰隻魅力之遙嚟噶。第6位中間黃帽嗰匹呢就升價啦，響入邊藍白環間衫紅帽呢就係包裝創新啊。後邊嗰5匹馬農民邊影響尾5啊，埋邊尾4係盈益善啦，尾3浪漫老窩啊，殿後一對嘅馬就三江飛輪拍住外邊呢就春風萬里嚟噶。好啦，轉呢個滿貫彎啊，前面放馬就奔放啦，外邊位置智勇名區啊第2位啊，內欄第3係魅力之遙啊，港林福將外邊第4，中間第5得意佳作啊，內欄第6啦，有呢隻包裝創新啦，黃帽第7位係升價，後邊嗰5匹馬盈益善、農民邊影響尾4啊，後邊嗰3匹馬分別係浪漫老窩啦、三江飛輪啦，暫時殿後係春風萬里嚟嘅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段處啦，奔放仲係貼欄佔先噶，智勇名區呢就2搭嘅第2位啊，後邊嘅第3位，外邊有港林福將啦，埋邊第4嘅魅力之遙啊，啡色衫，中間第5係得意佳作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包裝創新係入邊啦，出邊黃帽就升價啦，再後邊嘅馬農民邊影啦，尾4內欄紫色衫盈益善啊，後邊嗰3匹啦，浪漫老窩三江飛輪啊，春風萬里呢就暫時包尾啊。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啦，奔放仲係佔先嘅，智勇名區響咗第2位啊，埋邊魅力之遙就開始上嚟啦，入邊包裝創新等緊位，中外檔追嘅馬有農民邊影啦，升價啦，大外檔仲有隻浪漫老窩啊，最後100零米奔放仲係少少嘅優勢，升價3腳接步上嚟，出邊位置仲有農民邊影，入邊偷位上嚟就盈益善，接近終點，中間係升價，出邊係農民邊影就上入路，睇下邊個導先啦，第3名俾隻升價影贏咗一啲咁多嘅啫。升價就一路佔先嘅，外邊粉紅帽就係農民邊影，逐步追上嚟，兩匹馬相當接近，要影相。好接近啊！咁睇下，接近升價有冇機會贏？所以呢，今次我哋介紹農民邊影同埋呢隻升價，跟住呢就盈益善3隻馬嘅。潘頓、廖康美整翻個尾壺。哇！即係廖康銘就繼續 keep 住第9期咯，有馬贏咯。好啦，今次我哋總結啦，今次我哋嘅第8場貼士提供係農民邊影、升價、盈益善3隻馬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哋今日提供嘅貼士，拜拜。